你认识那个小姑娘啊？刚才说这儿今晚上有什么相亲会？新招的助理，白天还信誓旦旦的跟我说5年之内不结婚不生子，晚上就来相亲来了。我可能看走眼了。哎呀，那我觉得人家小姑娘没有错的呀。我要是有个女儿啊，我就让她简简单单的。大学毕业了，不要找工作，先找好男人，1年结婚，2年生子，3年怀2胎，这才是幸福女人的成功人生。来干一下，祝贺你没有女儿。项羽，说清楚，怎么回事？你先跟我说清楚，你叫我来干什么？哎呦，懂点规矩，前辈发问你先回答。我们俩今天各参加了一场面试，我面试的是销售总监助理，你面试的是……幸好你还算聪明。今天呢，你算帮了我2回，我送你2句话，咱俩2清了。第一，想当林总助理是吧？你给我听清楚了，我们林总第1年新人销售第1名，第2年中国区销售第1名，第5年升任华东区销售总监。你看，这才是标准的职场担当啊！别听你娇娇扯什么啊衣服呀、包包啊。当然了，在战场打仗，战袍意味着你的级别，别乱穿就行。第二，今天的事儿，你知我知天知地知，你要敢往外泄露半个字，别说1个月，我让你在 SW1个星期都待不住。他这算是刀子嘴豆腐心吗？管他什么嘴什么心呢，反正我明白了一点，要想成为职场精英，得靠实力担当，而不是靠光鲜的外表。讨厌，把人家手机装地上的，连道歉都不说吗？哪来那么讨厌的人？没礼貌，连对不起都不懂，你懂什么呀？谢谢了。满大街都是坏蛋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和奇葩女绝配。奇葩女，谁呀？听得不清了，难怪被甩。大街上认错人，晚上又骂人，失恋了吧？哥提醒你，疗伤酒吧不合适。什么？你才失恋了呢！这个头上长避雷针的人，会不会说话呀？怎么能遇上这么多讨厌的人？老板，您是刚来吧？我一直都在。5年之内不结婚不生子，但是会来相亲。你的逻辑好特别啊！此刻，我心中有10000匹神马奔腾而过。这是多么凌乱的一天啊！莫名其妙的面试，再加上这个莫名其妙的夜晚，出丑还被新老板撞个正着。在 SW 的比赛还没开局呢，我就先丢了几分了。
20部电梯，1周做1部。谢谢，工作好。啊，你好，我叫林潇潇，也是 SW 的。啊，我知道，林总的助理实习生。您知道我？我们都是初来乍到嘛。SW 鼓励内部竞争，靠的就是严惩和重赏2只手。半颗糖。你这重赏也太高了吧？是比平时高了点，这不节骨眼上吗？我考虑考虑。听说了吗？这一副查出了心脏病，要提前退休。这都知道了，真是能干的人。下面我要说的可能你就听不到了。法国总部已经明确，这一次中国区总裁要从中国人中选拔。说了这么久的本土化终于来了，这说明中国市场的权重越来越大了。当然，如今的中国今非昔比啊，世界第1大市场，世界第2大经济体，他们当然不能忽视我们中国的员工了。只是这帮法国人精明得很，提前放风出来，这是打算要坐收渔利呀。管他怎么想呢，只要是从中国人当中提拔就行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只接受您上。方进来了，是好事，也是坏事。不明白？再想想。您是担心成为众矢之的？华南区就算走了一个方进，可是资源带不走。华南区的孟凡，他很聪明，你知道他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？北区西区一票资深西京。如果他们再联合起来，合纵连横，最后还是秦国一统中原。所以只要我们能打出自己的实力，以您的业绩，以您的资历 ，Jackie， 你这个想法很危险。江湖上很多大佬就是栽在“该我的”这3个字上。记住，永远没有什么是该你的。老板给你，你就接着；老板若不给，你只能认。过去的一切全部清零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们的学历背景、实习经验和面试表现，统统成为过去。林总要的是你们这1个月的实战成绩。在这1个月里，你们分别有专柜实习任务、助理任务和大客户拓展业务。这3项任务的总分决定了你们2个这1个月以后谁能留下来。每周2早上9点销售会议，这边是会议室。每周1早上8点前，中国区销售业绩报表、华东区销售业绩报表、经销商、代理商促销比以及新老客户的贡献率、品牌支持率及售罄率交到林总邮箱。这边是市场部和人事部，市场部的 Justin。嗨。这边是茶水间。林总每天早上9点黑咖啡，下午3点红茶。这个月的咖啡是黄金曼特宁，红茶是正山小种。每周2、4轻断食，周2一根胡萝卜，周4一份生菜，不加沙拉酱。听清楚了吗？张小鱼，重复一遍。啊？哦，每天早上9点黄金曼特宁黑咖啡，下午3点正山小种红茶。每周2一根胡萝卜，每周4生菜不加沙拉酱，每周2、4轻断食。还有，我有个小问题，我想问一下。每周1早上8点前，
中国区销售业绩报表、华东区销售业绩报表、代理商经销商库销比、新老客户贡献率、品牌支持率，还有售罄率。这些我是以什么格式发到林总的邮箱呢？你刚刚没有说清楚。哎呦，这小记性，菜菜和你当年有一拼啊！好了，以上呢就是我们新一季的本色纯彩普兰的 B 速龄篇。Justin， 哪儿找的模特啊？学生吧？这是真美女啊，清纯素颜。男人们请注意，这个呢叫裸妆。想什么呢？真有这个方案吗？不能够吧？这也就偏偏像王磊这样的，花钱买口红的，可都是妹子。我倒觉得应该相信男人的本能。刚才王磊绝对在想，女朋友去找这样的。换 B 方案。昨天 Lilian 的 A 方案还行，但是我要的不是还行，是尽量更好。Justin 的 B 方案呢，谈不上完美，但至少有惊喜的元素在。林总 ，A 方案已经发到总部，确定要换。换。张小鱼给总部的 email 你来发，标题是重点，更换的广告方案，记得 CC 给舒总。发给总部的，那我用英文，我行吗？你不行吗？林总 ，I would like to take charge of it。以后这个层面给总部的 email 都交给林潇湘。啊，好，各位，现在我们就 Justin 的 B 方案，大家发表一下看法吧。怎么样？我们华东区的人用的还上手吧？舒总，我现在也是咱们华东的人。谢谢。当初叫你带几个人过来，你说不用，现在是不是觉得有点如履薄冰了？我来上海出了一点私人的原因，您是知道的。为了我先生，另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您，有您在，我不需要带任何人。我可不敢当，跟你先生比吸引力。再说了，我离开华南已经对不住孟总了，要是再带走他几个人，真的就无地自容了。对你先生是情，对你老板是义，要做到情义两全，可真是难为你了。倒是我捡了个大便宜，有你有 Jackie， 我们华东区可以说是星光璀璨。总部肯让我调到您的手下，也是对华东区对您有更高的期望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努力给华东区加分的。那些小道消息我们就不提了。哎，倒是 Jackie， 你们两个见过了？见过了。Jackie 呢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，只是有一些锋芒毕露，不像你，你比他稳。舒总，您放心，我入职场10几年了，有2点一直在我内心坚持着。第一，我的功劳都是因为老板的支持。第二，跟我做销售的都是我的兄弟姐妹，所以我跟 Jackie 会竞争，但目标只有一个，做强华东区，对得起公司。我跟他一定会成为你的左右手。不错啊，很准时。让他们都出去。我工作的时候不喜欢被打扰。你们几个先出去休息一下。我在这儿没问题吧？
行啊，只要你不怕晕。这软件的后门是你故意留下的？还是来了。想问什么你直说吧。没有，只想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个漏洞。强迫症，请理解。其实原因挺简单的，这个软件最后的程序压根儿就没完成。你信吗？我信。你信啊？一个商品该不该或者什么时候交给客户，也不是你说了算。毕竟你已经被开除了。我实话告诉你，有人在你这后门偷走你的数据。我发觉你这个人还不算坏。真的，我真的在夸你。也就是说，你知道你故意让我取消补丁。忙了一整晚，应该肚子饿了吧？给你叫点吃的。90后嘛，再长个儿。不会就这个四海锅就要我10万吧？这卡里面呢，15万，总共2笔账。第一笔呢是5万，奖励你的诚实。对，因为你开了后门而导致有人盗取了我客户的数据，可是你选择告诉我实情，我认可你的诚实。这5万是奖励你的。我诚实不诚实跟您半毛钱关系都没有，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让我把补丁又取消了。这就是重点了。第2笔账，10万。我要你帮我做一件事。话放前面了，再多的钱，违法的事我但丁是不会干的。违法的事我温哲也不会做。一会儿来的是 Caris 的汪总，知道为什么要见他吗？春天百货提高了扣点，但续约合同没有签下来。Caris 虽然比不上春天百货，但是上升势头很猛，是个不错的备选。汪总，辛苦了。你好。资料我也带来了。只要 SW 愿意进来，位置随你们选。你们看一下。你会选哪儿？A8、A9会是首选，B12其实也可以。林总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春天百货的林总，这位是 Caris 的汪总。汪总刚刚到上海，我估计你们还没来得及见。你好。你好。这么巧啊？对啊，好巧。觉得奇怪，为什么不去跟他们抢春天，要见 Caris？你觉得在什么情况下，你选择合作对象会放弃强者，选弱者？围魏救赵。
老板压根儿就没有想跟 Caris 合作。刚才我们碰见方静跟林之人，也绝不是偶然。记住了，答案只有一个：强者永远是首选。学英语有什么难的？简单，我学不就完了？小姑娘，你有救！哎，董同学，哎，给你推荐一个啊，英语外教1对1，就你这记性，英语根本不是个事儿。你就用这个东西学的啊？董同学，能给我看一下吗？你为什么要帮我呀？我以为你不喜欢我呢。喜欢你了吗？我只是有点鄙视粉红色。为什么呢？这跟贾斯汀有什么关系啊？什么贾斯汀？就你这观察能力还不如我呢。是凌潇潇，她每天穿戴呢都会带点粉红色。昨天是个丝巾，今天是个粉红色的小粉底包。也不知道一个包至于这么重要吗？你们这些外企的女孩还真挺物质的。你不物质啊？有钱人家小孩吧？早说你来路蹊跷。说，你爸到底干啥的？我爸，他就一义务的批发商，那肯定不缺钱，缺的是地位和见识。所以萧坚的脑袋把你往外企送，对不对呀？不对。我来 SW 不是为了什么外企，也不是为了什么职场人生。我来这的原因吧，哎，一句话也说不清楚，就挺复杂的，属于那种曲线救国。说人话到底图啥？我男朋友把我甩了，他的公司在这楼里，然后他现在喜欢的风格就是那种职场精英，至少是未来的精英。所以你这个人，你不是挺聪明的吗？不是啊，等，哎，那你和林总到底啥关系啊？我要是跟你说，仅40几个小时之前，我并不认识林总，我也并不知道自己会来这家公司参加面试，信吗？林总他这是要干嘛？他不刚下飞机吗？难道巡店？还不都怪你们！这个月的销量又创新低，连个小小的实习生都干不过。好了。哇，这颜色太适合你了，美女姐姐，你看看，反正我觉得特别完美 ，perfect。3支哪支好呢？换个思路啊，那这3支您觉得哪支最不好？我要知道了，还问你干什么？答案出来了，3支您都需要。你倒是想得美啊！这个牌子的化妆品，我囤那么多干嘛呢？我知道姐姐您用的是 SW 的嘛，我承认 SW 更大牌，可是你猜怎么着？我们的销量比他们高，我们是这个月的销售冠军哎，尤其就是这3支口红。你怎么知道我用的是 SW 的？我在这商场待了这么长时间，这里面的所有护肤品品牌我都了如指掌，色差、味道还有质地，我看一眼就知道了。刚刚姐姐不也去 SW 溜达了一圈吗？没选着合适的，对不对？眼观四路啊你！不是，是姐姐你人美气质还好，就刚刚您就站那儿，隔老远我就看见你闪闪发光。姐姐，你一定也明白吧 ？SW 嘛是好，贵妇型嘛。可是我看您这打扮，时髦、洋气，还特别有个性。要我说，起码10年以后你用这牌子也不晚。尤其是像你这样的职场高管，
还特别有自己的品味，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。高管你也看得出来，太明显了。步履匆匆，下手果决，工作够狠，爱买，爱学习，爱买包包。真的，姐姐，就这3款口红是我们的明星产品，断货3天了，今天才到货的。这么巧啊！我来了，他正好不断货。是您运气超好啊！哎，我可以给你看我们的补货单，今天下午才到库房的，这3款各10支。要不你在这坐着等会儿，我现在去给你拿。啊，等会儿啊，马上就回来。商店经理在吗？快过来，您好，我是。马上给我退货，退货。大姐，您讲讲道理，这个您都开瓶使用过了，不好退的。你们冒充大牌，哎，让我上当，谁不讲道理啊？谁欺骗顾客啊？冒充什么了呀，大姐？您话讲清楚好吗？我们的品牌是有50年历史的，您在网上都是可以查得到的。哎，行，你少跟我瞎掰。哈，你们这些小的品牌，要毁我的脸的。大姐，我不知道您心目中的大牌到底是什么，但是您下次购买的时候，能不能拍着照片对着买？你已经开瓶使用过了，不好意思，不能退货。你拿回去吧。不退，你浪费我时间干什么？你信不信啊？我可以一会儿让你给我走人。哎，不是，你怎么还推人了你？哎，你有话好好说。哎，大姐，别吵了，别生气啊！我要退货。他都开瓶了，怎么给他退？干嘛呀？这是。我向您保证啊，大姐，我们家的产品绝对是药妆标准，在日本还有就是您刚才说的韩国，对吧？都是在药店里卖的，绝对安全。你说安全？是的呀，大姐，我怀宝宝的时候啊，就一直用的是我们家产品。对，就是这个系列，它是食品安全级别，特别安全。听着没？哎，还食品安全？那你敢不敢把这个吃下去？哎，大姐，你这就不对了，这怎么能吃呢？哎呀，不是食品安全，食品安全就是能吃的呀。啊，等一下，要是我把它吃下去的话，您是不是就不用退货了？那当然了，哎，你如果说吃下去，我不但不退，我还买10套，我又不为钱了。哎，我就是要买真正的大牌，真正的大牌是什么？就是安全呀。经理，我拦不住啊！出来我也吓了一跳。行，我不想听你这些借口。你们专柜投诉不是第1次了吧？这事儿网上要传开，你不怕，我们商场还怕呢。哎，我就问问你们公司难道不怕吗？我喝化妆水怎么了？我自己喝化妆水，要是出了问题也害不到别人啊。小玉，吃化妆品，你这是误导消费者，懂不懂？啊，你这是虚假广告，懂吗？那你刚刚看到了吗？那个大姐她有多嚣张，她要动手打人。我喝化妆水还不是为了让她别这么放肆，我这么做是为了我们的柜台，为了我们的商场。现在怎么倒成了我自己的错了？你们公司怎么招的人啊？员工有没有培训？是。行，我现在就给你们公司打卡。不是经理，你走人吧你！店长，你真让我走人？那行吧，这锅我背了，但是你得给我实习证明。你跟我谈条件，这锅是我背的，你这么说合适吗？这事是你惹出来的好吗？一个小实习生，我真懒得理你。报告店长，我这个小实习生知道总部的地址在哪儿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公司发下来的赠品，一夜之间少了1半。这种事情，我也不知道公司会不会感兴趣。你疯了吧？你有证据吗？我告诉你，没凭没据的小心我告你诽谤。那我们俩赌一赌，你敢吗？
你猜我到底是有证据呢，还是没证据？我是有一点点证据呢，还是有很多证据？我是只有这个季度的证据呢，还是有实其他习证明？我给。那你要好好写哦，我是会仔细检查的。我一会儿就给你。Never give up。服从安排，工作积极，表现优异。美女姐姐，我刚才找你半天呢。等会儿，这是你口红。先放那儿吧。求职的5个渠道，招聘网站是最大众的，但是比较特别的是猎头公司的推荐。猎头公司？怎么看的是我这样的？SW， 还是销售总监助理，哇，这能和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不会吧，美女姐姐，你不会是猎头吧？现在候选人数不够，说不定你能去凑个数。算了，我不去。我这个人不喜欢给别人当候补。谁给谁当候补，考完才知道啊。谢谢美女姐姐这么看得起我，我就是个二本生。药妆你敢喝，店长你敢告？一个工作面试不敢去了。就是。这是明天面试的地址，时间是上午9点。如果你敢去呢，12点钟之前把你的简历发到这个邮箱。你慢慢吃。这么酷。SW， 总监助理。算了。天空的暧昧像油画，很微醺。我踩着河滨搁在广场的中心，一定在等待爱情，也许意外的惊喜。如果友情更适合默默守护你，我的爱就安静。时间有时好快，像这4年，我觉得他从来都没有离开过。我每天心里想着他，走到哪儿都有他的微信陪伴。有时时间又好慢，就像现在，明明知道比起4年的等待，这一会儿是那么的微不足道，可是下一秒，为什么那么久啊？要错过这份相遇，我热下为你冰心，把你变坚硬。天空的暧昧像油画，胡东家，我踩着河滨的在广场的中心，一定在等待爱情。
心。干嘛？什么？什么？啊！在等你。躺在草地聊累了，我抱着星星，你的爱变安静。胡作家！注意力眼里泄露了秘密，不经意心飘过去。放开我吧，大家都看着我们呢。不，我不放。哎，我发现你是不是长个儿了？啊，你好像也长高了。真的吗？哎，你瘦了，你让我抱抱，快快让我抱抱，看你是不是？别，都看着呢。你怎么一点也没变啊？小玉，我在美国拿了2个 offer， 都是德国的公司，一家是在洛杉矶工作，另一个是派驻中国的分公司。你放弃洛杉矶啊？哎，现在是坦白时间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为什么回国？大队里有奖励的哦。我选择回国，一是因为专业更对口，是我学的供应链管理；第二，是国内的机会更好。我的规划是，3年内成为中国分公司的骨干，5年，我要成为公司的高管。吴作家，我永远支持你。第3个目的呢？你快点说，快点说，我等不及了。小鱼，这么多年你一直都是一个聪明懂事的姑娘。一口气说完的话，你干嘛要分开说呀？哎，是不是饿了？我跟你说，有家超好吃的小龙虾，特别好吃。就因为你要回来，我连1星期都没去吃。走吧，我先带你去。我吃过饭了。你不是刚下飞机吗？小鱼，你知道我不善表达，所以在回来的飞机上，我给你写了封信。我知道了，原来这个才是你编的大招。答应我，安安静静、认真的把它看完。嗯。小鱼，我永远记得5年前那个黄昏，学校食堂外夕阳下，那个美丽的女孩。我不敢想去拥抱她，只想远远的看着她明亮的眼睛。4年的时间，几万公里的距离，东西方教育带来的不同思维和视野，一次又一次，我感受到了我们之间的差距。我不敢说，不愿说，因为记忆的黄昏中，那个女孩是如此美好，美好到我不能伤害。造化弄人，在我们苦苦等待对方4年之后，在我们以为终于要相聚的时刻，一次次翻阅过去4年的微信聊天，我却忽然意识到，我们真的不是人。分手吧，小雨，各自珍重。有种甜美的内伤，也有矫情的浪漫，复杂的内涵。当你感受幸福的简单，当我哭着笑在你肩膀，好想陪你习惯彼此的习惯。在上班下班，清淡的孤单，怀念起大喜大悲纠缠的陪伴。当我是你的麻烦，你给我答案。你说是我让你的世界忘了旋转，春光灿烂，就是因为这个你让我消没了脾气。在这样的年
我从天堂跌入了青铜世界，吴东江就这样突然在茫茫人海中隐身了。我不相信一个大活人怎么能就这样消失？5年的感情怎么能以这样的方式分手？我不甘心。是，我陪朋友啊，我一会儿过来找你，行吗？你稍微等我一会儿。行，那我先挂了。快！哎呦，姐，我明天帮你打听，行吗？明天。你跟我说明天。打听也需要时间啊。同学有难，能帮就帮。必须帮。但是我真不知道啊。秋雨，你妈知道你被国外大学开除的事儿吗？她知道你这3年哪都没去，就在杭州酒吧当歌手吗？秋雨，如果你不告诉吴东江的事儿，上海 BFC， 走吧。去哪儿啊？